真係意想唔到啊！成個行程最伏嘅竟然係上兩年咧介紹過秋葉原嘅各個商店啦，條片咧嘅反應咧都好熱烈，但係咧因為旅程之後啊，就發現咧老婆有咗餡，所以咧最後等到咧足足2年之後，先有機會咧拍大阪篇出嚟啦。咁嚟到大阪咧，除咗去萬博之外啦，當然咧要去市中心 shopping 一下。咁而大阪咧嘅動漫模型商品咧，都主要咧集中咧喺日本橋區域嘅一帶，亦有稱咧係大阪嘅秋葉原。所以咧，如果咧係真係有意尋寶，但係咧又懶得咧捐窿捐罅，咁咧基本上去日本橋咧就冇死噶啦。咁啊，例牌地戴翻個頭盔先啦。首先呢次嘅評價咧係最主要圍繞住咧個人喜好嘅 IP 嚟介紹嘅，咁啊包括高達、拉達同埋超人。咁各人尋寶嘅目標咧都有唔同。咁如果一條片咧將全部店鋪都介紹晒嘅話咧，應該係冇乜可能噶啦。所以咧，大家咧就請自行斟酌咧去觀賞呢一條影片啦。咁啊，再者，小弟咧亦都自認唔係一個咧本土日本嘅地膽或者咧旅遊達人嚟嘅。小弟咧都係咧根據咧 SNS 平台上面咧分享啦，同埋咧自身嘅經驗咧去寫今次份稿。咁另外提一提咧，今次條片咧嘅拍攝時間咧係2025年嘅5月尾，所以咧影片之中咧嘅評價只係反映到咧當時嘅情況，以及咧小弟咧嘅個人喜好。咁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其他實際嘅經驗，咁又或者呢一啲咧更加值得你去嘅商店，如果係講漏咗嘅話，都歡迎喺下邊留言補充翻。好，咁戴完頭盔啦，咁我哋就正式進入主題啦。今次咧我個行程咧最主要咧只係得4個鐘時間去行街嘅啫。最主要咧我今次嘅 target 咧係想買咧 Seed Freedom 入邊嘅 Metal Robot 命運啦、無證啦同埋特質意識，同埋咧喺拍攝咧嗰幾日咧先至出嘅 G-Quarks 入邊嘅 HG 紅高達。所以咧有部分嘅商店咧我係絕對咧冇時間咧行晒去涵蓋埋喺呢條片入邊噶。咁啊，有鑑於呢啲鋪頭咧嘅性質同秋葉原嘅鋪頭咧都好相類似，咁就喺今次嘅行程之中咧，我係特登跳過咗嘅。到底邊間服而邊間又值得去呢？我哋即刻去片。日本橋嘅店鋪咧最主要分佈咧喺主街、界根兩側，同埋被稱為咧御宅街嘅後街個塔羅道。咁由惠美水町站咧 1B 出口行出嚟啦。我哋首先第一間見到嘅咧就係萬塔拉街 Grand Chaos 分店。咁同東京嘅分店一樣啦。萬塔拉街咧都係出咗名咧賣好多唔同類型、好有年代感嘅玩具而聞名嘅。呢間鋪頭咧一共咧就有6層樓高，玩具模型咧就集中喺最地下嗰2層。呢間鋪咧就好似入咗時光隧道咁樣，由千禧年代嘅玩具到扭蛋啊都應有盡有，甚至乎你好彩嘅話咧，連一啲咧再舊啲超和系列嘅產品咧，你都有機會可以見到添。如果冇乜目標咧，咁樣去當一間玩具歷史博物館行下咧，有時候反而會有更加大嘅機會咧買到啲咧自己意料之外嘅嘢。而呢間分店咧搜羅嘅咧，最主要都係咧關西大阪人販賣嘅私藏啦。自問咧行過秋葉原分店嘅我嚟講，就覺得咧呢間鋪頭咧，無論款式同埋數量咧，都明顯唔及東京嘅分店多。今次咧呢一間分店咧就冇我想要嘅嘢啦。喺萬塔拉街咧嘅旁邊咧，正正咧就係另一間咧嘅模型鋪。咁呢間模型鋪咧係日本橋咧其中一個咧地標之一，亦都咧聲稱咧係全日本咧最大型嘅玩具集中點，就係咧Joshin Super Kids Land 嘅本店啦。Super Kids Land 咧最主要販賣嘅商品咧係一啲新品類型同埋一啲模型工具，性質上咧其實就類似 Ami。如果係高達 fans 或者機械人 fans 嘅話咧，咁其實咧行地下嗰2層咧就已經足夠噶啦。樓上咧就亦都有一啲坦克模型啊、軍事模型啊、賽車模型等等。咁咧我哋只要喺對面街咧就可以見到一隻咧幾層樓高嘅 PGU 高達相咧係貼咗喺呢個大廈外牆。咁呢個亦都係咧正正好多遊客咧打卡嘅地點之一。咁地面對街嘅櫥窗咧，亦都咧係本店咧非常一個用心嘅位置。除咗咧官方咧推出嘅新品之外啦，仲可以見到咧歷代係咧高達主角機壯觀地咁樣喺排列喺一齊，而且咧佢個櫥窗咧仲定期咁樣換 display 嘅添。咁對內咧鋪頭入邊嘅櫥窗咧就展示咗咧3大特攝嘅 SHF 同埋咧一啲其他 IP 系列嘅產品。最用心嘅咧，亦都係店員咧，亦都會將咧各類咧充滿玩味嘅場景咧擺放埋一齊，為咗咧展示咧唔同角色咧嘅組合，就連呢一啲咧非常古董級嘅 SHF 咧都毫無吝嗇咁樣咧擺埋喺架上面一齊展示，絕對咧係非常之誠意滿分。更加咧少不過咧就當然係 Tamashii Nations 借佢一啲位咧嚟去 display 一啲最新嘅產品啦。
咁講到價錢上嘅話呢，佢都係貼近呢官方定價㗎啦。咁啊，純粹因為呢貨品呢販賣情況呢可能太快啦，所以呢喺呢間鋪入邊呢，我亦都揾唔到一啲呢好熱門嘅商品。但考慮到呢佢展品嘅豐富程度，同埋呢佢唔同種類呢嘅貨品呢都有喺呢間鋪頭度賣。咁呢一間鋪頭呢，絕對呢係我首推呢一定要行嘅一個地方嚟㗎啦。Joshin 咧對面咧仲有一間分店咧係有拉打歷代腰帶咧嘅展示品，咁最主要咧賣嘅都係啲電器嘅產品，咁但係同時間有一層咧都係專賣 game 同埋一部分玩具。如果你係要買咧一啲 DX 嘅拉打玩具，咁咧你過去咧對面呢間 Joshin 咧就啱㗎啦。咁由於咧我冇時間嘅關係咧，就真係無緣拜訪啦。有先去過嘅話咧，都不妨留言講講咧有冇啲咩值得去睇下啦。又係另一間咧耳熟能詳嘅店鋪啦，就係 Jungle 啦。咁同秋葉原篇所解說嘅一樣啦，Jungle 咧都係出咗名咧賣一啲咧中古嘅商品㗎啦。咁而且咧佢出咗名咧嘅價錢咧都係相對地合理嘅。咁今次咧大阪咧分咗咧特攝館同埋專賣機械人類別嘅空想的機械館，兩間鋪咧正正咧就喺正對面嘅啫，一街之隔。咁呢兩間 Jungle 咧加起上嚟咧，其實比秋葉原嘅鋪頭咧係規模要大好多。特攝館咧就有2層，仲有一層閣樓咧係特賣區嚟嘅。而空想機械館咧就有3層。如果咧你係揾咧近呢10年嘅產品嘅話，甚至乎咧我個人嚟講咧係覺得多過咧之前介紹嘅曼塔拉機添嘅。一啲舊嘅拉打玩具啊，甚至乎咧之前見過 DX 超人蒂娜嘅3合1戰機，都係賣緊4000 yen 左右。甚至乎咧 SHF 嘅 Red King 咧直情做緊咧大冧價，接近半價咧嘅價錢咧就有找。而模型啊、Robot 魂咧等等嘅產品咧都應有盡有。咁經過呢一輪嘅格價之後啊，小弟咧最後咧其實喺 Jungle 咧度買到咧想要嘅 Metal Robot 魂嘅 IJ。咁不過講到咧 Metal Robot 魂嘅命運高達咧，咁呢個咧就冇辦法啦。全世界包括香港啊都係炒過得咁滯嘅。所以咧既然咧見到咁嘅炒價啦，咁我都寧願咧喺個行李度慳翻啲位，咁就冇買到啦。接住落嚟咧，介紹咧對面街其中一間小店Hobbyland Bachi 日本橋嘅1號店。咁呢間鋪頭咧最主要喺地下嗰層咧就係買啲咧鐵道模型為主，樓上咧就有各類咧各式系列嘅中古產品賣。咁價錢嚟講咧睇落去咧就唔算特別之友好嘅，咁陳設嘅空間咧亦都一眼咧就可以睇得晒。咁咧原本諗住咧呢個小規模嘅商鋪咧我都唔介紹啦。不過咧見到入邊咧有一啲唔係咁成日見到嘅產品，包括咧係曼塔拉機啊或者咧 Jungle 咧我都冇見過嘅。咁如果咧你係對呢啲產品有興趣嘅咧，都可以試下你嚟碰一碰運氣，睇下咧可唔可以遇到心頭好。講下咧另外一間咧比較成日出名講嘅鋪頭進河屋啦。咁進河屋咧喺大阪嘅日本橋地方咧，總共有咧6間會館咧咁多。咁而呢6間會館咧就正正咧起晒呢幾個 block 咧嘅附近㗎啦。要睇拉打高達嘅話咧，可以去正街嘅本館，同埋後街咧近住索夫馬普嘅 Anime Hobby 館。要睇女嘅話咧，可以去主街嘅乙女館。另外第4間咧有一間咧係專賣同人產品，另外一間咧係設定為咧大型 Outlet，專賣啲平價嘅特價品。另外一間咧就賣成人嘢，最後一間咧就大家未必會去㗎，就係專係要嚟收購用嘅分店。咁大家各位師兄咧可以按住自己類別喜好咧去尋寶。咁進河屋嚟講咧，一如既往咧都係多中古品，質素咧亦都我見到係有好有壞嘅。最爛嘅產品，例如可能半成品之類嘅高達都有得賣。咁價錢嚟講咧，相對咧係海鮮嘅，感覺上咧比其他商店嘅價錢咧就唔算太友好。但係勝在咧款式種類咧就非常之多，只要你咧唔嫌棄佢質素咧好或者壞咧，咁其實咧都一定會有人買。早一日去到都仲見到，過一陣翻去再睇嘅時候咧就已經俾人執咗。所以我會話咧進河屋咧，因為咧佢嘅款式會成日換啊，所以咧佢都係一個尋寶嘅好地方。咁講到後街嗰邊啦，近住壽屋咧隔離咧就有一間另外細細嘅鋪頭，就叫 Gakirenja。咁呢間鋪頭咧，除咗咧一啲門面上邊有好多唔同嘅動漫 figure 之外，又係咧賣一啲咧比較舊少少嘅中古品嘅。都咧入邊有高達區、拉打區同埋賣超人區。好老實講下價錢咧，我覺得呢間鋪頭算係偏貴。但係咧罕見地咧見到好多唔同舊種類嘅產品，特別咧係超人類別啦，我見到有好多 Ultimate Luminous， 有啲咧甚至乎咧係好罕見嘅扭蛋啊、舊嘅 SHF 啊都會有見到。咁如果大家肯咧高額咧花錢去買嘅話，咁呢一間咧都係一間好嘅選擇。咁頭先講到啦，我有啲鋪頭咧係 skip 咗嘅，例如咧 Fox 啊、Sofu Mapu 啊、Yellow Submarine 啊。仲有一間咧好可惜嘅係咧，我去到臨尾諗住入去嘅時候咧，就已經閂門嘅 Hero Gang。
提提大家啦，如果咧喺平日去咧，所有呢啲鋪頭咧都係閂8點鐘嘅。我就係正正咧食完個晚飯之後，再過去行咗唔夠個零鐘咧，咁其實咧個鋪頭咧都已經早15分鐘咧叫你離開㗎啦。所以咧我就建議咧各位預留大半日嘅行程，否則咧你都好大機會咧都只係走馬看花咁樣 shopping。仲有咧各個大嘅公司啦，包括進河屋、Jungle、曼特拉嘅同埋作先咧都係有退稅服務嘅，而通常啲細鋪咧都係冇退稅，咁所以咧你要計埋呢個着數嘅話，咁咧就當然咧係去大鋪頭買嘢咧比較穩陣嘅。咁而退稅方面咧，好多時都要買滿5500 yen 咧先至俾你退稅嘅。不過有間鋪頭咧係例外嘅，咁但係稍後咧我會再介紹落去。所以記得嚟日本橋 shopping 咧，第一件事就係咧攞埋你個 passport 出嚟，方便咧買嘢嘅時候咧隨時做退稅。咁講完大阪日本橋啦，咁我仲去咗幾間咧其他地區咧嘅模型鋪度睇嘅。咁其中一間啦，當然咧就要去拜訪下咧一啲大型百貨公司，咁嚟同秋葉原咧做個對比。咁有別於東京啦、大阪咧市區只係得一間咧Yodobashi Kamera嘅啫。咁雖然係咁啊，但係呢間咧梅田嘅分店規模咧非常之龐大，連住隔離嘅咧商場仲有 GU 啊、Uniqlo 啊、Free Coins 啊、Daiso 等等嘅商鋪，樓上咧仲有一條食街，好多食肆添。基本上咧你可以盡情咧自己去睇玩具，然後咧打發伴侶咧去其他嘅部分咧去 shopping。咁一如既往啦，Yodobashi Kamera 咧嘅官方展品咧都數量都幾多下嘅，而且咧模型工具啊配件咧都一應俱全。咁啊最有趣嘅咧就係展品同價錢牌咧嘅形容詞咧都有唔少嘅 neta 位。但係同時間啊，因為日本方面咧其實每次咧賣一啲模型新品咧都通常賣得太快就斷貨，所以店入邊咧嘅熱門商品咧，如果你唔係一早嚟睇嘅話，通常咧都俾人賣晒㗎啦。咁本地人咧就比較中意咧喺呢度預訂，又或者咧喺開賣當日嘅一早咧就嚟排隊。咁就例如咧，我睇翻 Facebook 啲人匯報啦嚇，買呢隻 HG 嘅紅高達嘅時候，如果咧你唔係想特別體驗咧一早咧排隊嘅快感嘅話，咁嚟旅遊嘅我哋啊就寧願咧順其自然啦，倒不如咧其實喺香港落訂，或者咧等翻到香港咧再慢慢追咧，其實都仲好。而嚟到呢間分店咧，反而咧我其實係喺 Daiso 嗰度咧買到自己心頭好，至少咧我買呢啲格納褲啊，同埋佢啲最新嘅配件，110 yen 一件，我 total 都買咗成10件左右。所以如果喺Yodobashi Kamera入邊揾唔到自己心頭好嘅話，真係不妨咧去埋其他咧成個商場嘅唔同部位，可能咧都有你啱嘅嘢買添。好啦，咁另外咧本身咧行程都非常緊密，咁咧打算咧最後一日咧其實係去蘭波嘅 Bigu Kamera 咧度衝刺㗎，咁就希望咧碰運氣咧睇下會唔會見到咧 HG 嘅紅高達啦。咁啊點知啊呢間 Bigu Kamera 咧真係令我大跌眼鏡。原本啊以為咧好似秋葉原嘅 Bigu Kamera 咁樣咧規模咁大啦，咁啊結果個模型同玩具部嘅種類咧少到咧真係令人驚訝。高達嘅產品啊只係得2排咁多，模型工具咧頂多都係得8排左右。咁啊雖然咧有一個情景咧嚟壓下場啦，不過 Tamashii Nation 嘅產品啊只係得一個好細嘅區域仔。講到萬博嘅產品，我喺Yodobashi Kamera啊或者啲日本橋方面嘅唔同鋪頭都會見到有得賣，但係咧偏偏呢間 Bigu Kamera 咧只係得個 display 模型咧都唔見多一盒，簡直咧真係令人非常之失望。就連咧喺蘭波站嘅對面嘅 Edion 啦個玩具部咧所賣嘅產品咧都多過佢添啊，為免中伏啊！所以如果你喺蘭波 shopping 嘅話咧，我真係完全唔建議你嚟呢間 Bigu Kamera 啦。咁啊唔知道咧梅田店咧會唔會都有同樣嘅情況啦？咁大家咧都可以不妨咧同我講一下，究竟係咪我自己去錯咗一間噏噏嘅 Bigu Kamera？好，最後一間咧，今次要介紹嘅咧就係喺關西機場嘅 Anime Hunt。咁呢間鋪頭咧就位於咧機場嘅離境大堂。咁唔好期望咧佢有啲乜嘢大量嘅商品款式啦。除咗咧佢有隻咧特大嘅高達咧喺門口咧俾人打卡之外咧，咁其實就冇乜可取之處嘅。但係喺日本正式咧開賣咧 HG 紅高達之前啊，有師兄咧就見到呢間鋪頭咧就已經偷跑咗。我去嗰時咧就係咧正式咧開賣當日啦，咁問翻店員啦，咁就已經話咧賣晒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咧係夾啱時間嘅話咧，都有可能咧可以見到一啲熱門嘅產品咧係喺嗰日咧偷跑發售嘅。仲有一個好處啊，就係咧平時咧所有貨品咧都要儲夠咧5500 yen 咧先可以免稅啦。但係咧呢一間鋪頭咧就無論你買幾多錢咧都可以直接咧享受免稅嘅服務。所以咧我就喺呢間鋪頭咧就最後執咗咧萬博嘅 EG 高達同配件包咧各一件咧嚟完結咗今次嘅行程啦。咁俾翻個少少嘅總結啦，咁大阪嘅玩具咧其實都比較集中咧喺一條街，方便咧其實係來回格價嘅。
亦都好容易咧可以打發到伴侶咧去附近唔同其他地方咧，咁自己咧就可以偷多啲時間咧嚟去買嘢。咁啊款式選擇上咧，老實講我就覺得僅次於東京嘅。咁不過講到底，一向咧尋寶呢家嘢咧都係講求運氣嘅。咁所以可能今次我見到嘅情況咧，過1-2個月之後咧，可能都會有所轉變。不過今次體驗咧，最主要咧就係見識咗好多唔同款式嘅舊商品。咁至於我啊，如果要買啲新商品嘅情況，如果喺香港咧，其實可能食一啲啲嘅炒價咧，仲可以買到心頭好，唔使喺日本度左抄右抄添。正正咧翻到香港之後啊，就咁啱咧喺 Facebook group 咧度見到人放咧 Metal Robot 1嘅 Strike Free 2式同埋 Proud Defender 啦。價錢嚟講咧，其實仲比大阪嗰啲鋪頭賣得平添。咁又例如啊，基本上咧大阪咧頭2日咧都賣斷市嘅 XG 紅高達，結果咧我喺銅鑼灣嘅當期用189蚊港幣咧就入手到啦。所以話如果喺2025年嗰啲年代，大家如果要買一啲新販賣嘅產品咧，其實都係乖乖喺香港買或者落訂咧仲好添。同時間啦，今次嚟到大阪咧，係因為喺萬博嘅檔期當中啊，所以咧其實周街咧都見到有好多萬博嘅高達產品，仲要咧見到超合金咧，其實咧係好少人買，而通常啲人嚟講咧都係會買 EG 或者1:144 No Grade 嚟去做手信嘅。咁而 Robot 1咧反而咧係賣得最好嘅一個貨品，唔係間間咧鋪頭都有。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嚟到大阪咧係想買萬博嘅高達系列產品嘅話咧，就要注意下啦。咁今條片咧，我亦都冇講到咧梅田咧嘅高達 Pop-up Store 嘅，咁啊留翻咧我下條片咧去分享咧我睇萬博高達嘅時候咧，我會再同大家講一啲現場情況同埋入場前咧要注意嘅嘢啦。順便咧亦都會分享下咧去萬博咧我嘅體驗，同埋咧點樣咧可以預約到咧高達展館嘅一啲小秘訣。咁如果大家咧係有興趣嘅話咧，都不妨咧 like share 呢一條片咧俾一啲咧就嚟去大阪嘅師兄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咁等下條片出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咧好快咁見到。咁希望呢條片咧都幫到大家啦。好，咁今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好，咁我哋下一條影片見，拜拜。